中晚啦，各位觀眾歡迎翻嚟《兵庫得順》，我係希神。啱啱收到最新消息，講緊係3月27號會有新嘅擴充包，嗨翻衣柴。咁入邊除咗有紅版、綠版、鑽石珍珠，亦都有珠子嘅 Pokemon 係會收錄喺入邊嘅。咁啊，最緊要係出咗2色嘅 Pokemon，咁啊即係你可以叫佢做閃光又得，色違又得，反正就係紅色嘅噴火龍會變到黑色啊！我癲！所以勁唔勁都唔係太重要，最緊要係抽中黑色噴火龍喎，噴火龍黑色喎，黑龍喎，黑色噴火龍喎。OK， 咁除咗呢樣嘢之後，第二個新消息就係講緊，如果你達成一啲任務之後會有初階牌組啦。咁今次分別有5、6、7、8、9副初階牌組，即係有9張 EX 出現啦。咁我哋都會吹一吹，跟住就係級別對戰嘅開幕，即係排位啊！而家係咩啊 ？A2B 賽季終於出咗排位。終於可以戰鬥咯！我哋之後可以出排位日記。我哋事不宜遲，馬上去呢個吹水環節。希神玩 PTCG，耶 Alright， 咁我哋而家就嚟到嗨翻衣柴嘅正式睇嘅環節啦。咁啊，第一張 EX 我哋見到係呢個開括號黑色混沌爆裂好有型，閂括號噴火龍 EX 括號黑色噴火龍閂括號 HP 係180，一技就係咁啊，一粒火可以開呢招燃起，咁啊喺自己能量區抽3個火能量插翻喺佢呢一隻 Pokemon 身上，咁令到佢可以去打到後續下邊嗰招火毛嘅一招爆熱炮咁打150。首先黑色，第二佢係噴火龍，咁已經係要收藏。OK， 其實都唔錯嘅，因為佢可以自己差能量俾自己。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個速度係相當之慢嘅。首先你要進到上去噴火龍，跟住你要開到個招技，跟住你仲要手叉，即係所以你係手叉開技再手叉先打到150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其實佢可能未進到上去，人哋已經攞晒3分解決咗你。咁但係黑色噴火龍，黑色混沌爆裂好型。好，下一隻大黃狗，超級撒亞人黃金模式，盧卡尼奧 EX 150 HP， 技能係3個格能量，咁啊打波導彈打100傷害，然之後穿後排備戰區30傷害。如果格鬥係嘅話，暫時冇差能量嘅手段嘅話，你要手叉3粒格俾佢先打到嘅話就有啲慢啦。同埋首先100攻我覺得有啲低啦，二嚟就係如果穿備戰30，其實攞嗰隻踢腳嗰隻都得啦。係啦，同埋盧卡尼奧，如果你進咗盧卡尼奧 EX， 你就冇得進原本嗰隻加20攻嗰隻，值得討論啊！但係 OK 嘅，色違爽。好，下一隻閃光白色惡魔帕奇利茲色違嚟嘅，70 HP 咁啊，一電打等離子打10傷，然之後喺能量區插一張電能俾備戰嘅電系 Pokemon 收藏用啦。因為如果你攞一粒電去叉一粒電，跟住你仲要撤退，咁其實你係冇賺到嘅。你可能特別就係你有70血靚係靚嘅，但係我會覺得佢係比馬納菲咁屌呀齋 D 山打。OK， 我是你的小滑板，駕駛我扮米納龍咁啊，70 HP。咁啊，特性撤退指令，只要呢隻 Pokemon 喺場上咧，戰鬥場上嘅吃好巴咁撤退嘅能量就 free retreat 就消除，冇乜特別。睇下吃好巴有咩用，我哋再判斷佢有冇用啦。下一隻，傳說中的那個男人正式登場，赤紅老師。咁啊，有咩用呢？喺呢個回合自己 Pokemon 用嘅招式對對方戰鬥場上嘅寶可夢 EX 造成傷害加20點。哇！好勁喎！呢20攻其實就係抵消翻一啲 EX， 如果佢戴咗呢個大斗篷之後咧，多20血，咁你冇得一拳秒佢嘅時候，你就可以補翻呢20攻。我覺得呢個換輪次上好好用啊！赤紅要跟我的小奇怪玩嗎？我有2個奇樹老師，咁啊雙方玩家將所有手牌放回牌庫，然後將牌庫抽出，放回張數相同的卡。只不過因為我哋本身手牌都會用咗一張奇樹，即係減咗1，唔係可能係真係會蝕一張牌嘅牌差。不過奇樹就人氣都高咗，預大家象徵式抽下咯。OK， 我哋正式去到嗰啲基礎牌組 EX 初階都嗰幾隻啦。你打住先啦，我好快到。咁啊，奇拉蒂納 EX 一隻鬼龍 EX 咁啊，150血，特性混沌衝擊，呢招回合可以使用1次，如果用咗咧就會完 turn 嚇。咁啊，可以將一粒超能量叉喺自己身上，即係自己叉俾自己。OK， 超無混沌衝擊130打完自己受翻20傷嚇，咁騎咩？150打完
受翻20箱自己變翻130，咁又去翻鬼龍自己打嘅打點，又去咗阿爾宙斯嗰個打點，好似還好啊。特性就係你叉 N 可以自給自足，但係用完即刻原槍，似係要配合一個坦克企喺前面去頂住咯。所以就係你打住先，我好快到噶啦我來了，像沒來過一樣。比卡超 EX 120血，媽的120血，你同我講係2派線，唉，好慘啊！癲10萬福特打150，掉晒所有能量，哇！我哋就可以掉能量打150，我哋可以用佢同帕魯奇亞比較，大家都係掉能量，咁佢要掉晒所有，咁即係佢冇得儲住啦。即係佢如果有4粒，佢掉4粒；有5粒掉5粒。但係帕魯奇亞咧掉3粒，所以佢有4粒掉3粒，5粒掉3粒，都係打150啦。但係帕魯奇亞仲可以鋪後邊20，血亦都多過比加超，同埋水係有小霞、豬背嗰堆版本強者，唔使拖車噶啦，呢張一定勁，超勁，我覺得超 fun。藍色嘅賭博密示錄啊，三海地鼠 EX 140血，3粒水開呢個到處探頭，咁啊對手嘅 Pokemon 會隨機被選擇3次，咁啊每揀咗嗰啲咧就打50，就似嗰個叫咩啊？啟暴龍招技，啟暴龍同一招嚟嘅啫，只不過呢個係揀3次，啟暴龍減4次，咁啊到處探頭，哇媽的，只要運氣好啲咧，你可以搏得贏好多啊，超好玩。好。下一隻帕底亞嘅土王 EX 160血，咁啊個 caption 我寫就係走先啦，係咁先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2粒惡打60，咁啊對手戰鬥 Pokemon 如果中毒就加多60。問題係你點令人中毒啫？而家咁多阿爾宙斯。睇翻上一條片，阿爾宙斯嘅特性係唔受特殊狀態影響，即係中毒、燒傷、睡覺、混亂什麼，所以嗰啲咩中毒啊、咩混亂、咩瞓覺嗰啲，全部都 bullshit。Let's go， 咪就係咯。咁有愛就玩下啦。好啦，下隻大針鋒陶吉老師、陶哲老師，咁啊170血，草粉碎大針打60，將對手戰鬥 Pokemon 隨機一粒能量丟棄。二進就有啲難玩噶啦，其實除非佢出神奇糖果嗰啲進化加速嘅東西，但係可以打完之後掉能量，好牌，唔使拖 shit 啦，好玩。好，尾二一隻大美尼 EX， 咁佢係飛轉機嘅是但啦，呢啲唔重要。160血，4粒毛打呢個100，然之後補30血。OK， 如果4粒咁又咁樣，我會揀第廿路卡叉翻俾阿爾宙斯啦，係啊。好啦，朱除瑞斯。咁啊，巨斷將啊，170血，咁啊，剛剛毛呢個巨錘啊，80加 flip con， 如果正面就加80，即係打160，又要80加又要 flip， 如果 flip 唔中就得80。咁如果穩定性嚟講咧，第廿路卡都係差俾阿爾宙斯比較 firm 啊。咁啊，如果想知咩叫穩定嘅話，就睇翻呢條片啦。OK， 咁啊 ，OK， 咁啊，講得77888877 ，OK， 咁啊，希望3月27號正式出現嘅時候咧，咁啊，我哋再抽10抽啦，睇下會唔會中啲好犀利嘅黑色噴火龍啦 ，Alright， 咁樣啦，同埋28號先開始有排位啊，好，到時我哋打排位啦，手足，今日講到呢度啦，快啲剪啦，如果唔係出唔切啦，完，拜。